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来！你谁呀？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你这屋里怎么有个男人啊？啊，没人呐。不可能！你妈我裸眼5.2，羊毛衫上的头发丝儿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你给我把衣柜打开。你快点把衣柜打开！这是谁呀？妈，看见了吗？是周程程。在 Q 我？别说话。周程程。哎，他怎么胖了点儿啊？他没事在柜子里干嘛呀？啊？他一喝多就乱窜，属猫的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宿舍进了贼了呢，不是个男人就好啊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不是你宿舍呀。这是哪儿啊？程程来找我玩，我怕吵到大家，就出来住民宿了。妈，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为了无缝衔接我们的澳洲生活，你妈我已经开始学英语啦。啊？你要不要这么用功啊？那必须的呀。哎，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，过去完成时和现在完成时有什么区别呀？妈，这个事情一句两句也讲不清楚，我回头给你列个表。哎呦，表我有，就是看不懂。你妈我需要 help。简单说呢，就是这样。这么说你懂了吗？哦，这个问题你妈是明白了，可是妈妈又有了新的疑问。其实这些语法呢，平时都用不大上，平时就只需要一些日常对话就好了。你还是个少女，过度用脑容易早衰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我就不为难我自己了。晚安啊。